喂，小疯子，为师夜观天象，你的机缘已到，去找林家林清雪，那女娃是你的正缘，这门亲事你必须去结。堂堂天一门唯一的传人，下山第一件事就是开网约车，第二件事就是当上门女婿，你玩我呢？桃花劫也是劫，医好了便是缘。那女娃今日有难，去晚了，你媳妇儿可就没了。老不正经的。求你，戒之主，救命啊！天人，救救我们！好啊，中了白少的合欢伞，就算跑到天边也得乖乖回来。白锦明这个卑鄙小人，说好帮我们找到天一舅爷爷，竟然给我们下药！清雪，你从了我，天一自然会出现，何必用受这个苦呢？林清雪，会这么巧？哎，接着跑啊！好啊，好啊。败相伏击，气血逆行，毫无。走。哎，喂，这个破开网约车的，不想车被砸的话，赶紧滚！白少的事你也敢管？给你们3秒时间，从我面前消失。我尼玛，给脸不要脸的东西找死！啊！哼，还有谁啊？不给我上啊！我死的，打死我负责！不是，让！你要干什么？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白家的少爷。哎，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闹着玩的。我不管你是谁，林清雪不是你能碰的。再他妈有下次，我断了你第3条腿！救救我！华生，那个林小姐，你清醒一点啊！我是医生，我可以是真的。你就是我的药。老头子，这就是你算计好的桃花劫啊！竟然是第一次，这下真成我媳妇了。老头子，你这盘棋下的可真够大的呀！姐，天亮了，我们这是在哪儿啊？你对我做了什么？美女，你讲点道理啊！昨天晚上是你们中了合欢伞，差点血管爆裂，是我耗尽内力才救了你们。救人？不用谢。
需要脱衣服吗？就是需要那个吗？啊，那没办法呀，那是因为了散热和失真，至于那样是你中了毒，主动破。对不起啊，确实是不知道，你是第一次，实在是抱歉啊。姐，昨晚好像是你一直抱着这位大哥不放，对，还说他是你的药。金鱼，我别说了。这张卡里有100万，密码是6个0。这算诊费啊，还是封口费？是了断费。拿了这笔钱，从我和金宇的世界里面彻底消失。昨天晚上的事情就当是一场噩梦，以后再也不去想起来。如果你让我从外面听到任何风声，好，钱我收了。不过正好老头让我下山历练，我看这林小姐身边麻烦也不少，不如你雇我给你当保镖，这工资无所谓的，有饭就行。做梦！我不是在看见你。行，咱也是老实人，既然我收了你的钱，这就当保镖的定金了啊。回见啊，老板。你，不赖，谁是你老板？还知道回来？一晚上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你们两个死丫头是不是翅膀硬了，想上天？妈，我们昨晚遇到了意外。意外？我让你们两个去求白少，是想请他出面去求神医来救你爷爷，顺便林家债务的事。你就这么办事的，空着手，灰头土脸的回来？妈，那个白景明他就是个人渣，他在酒里下药，想要害我跟姐姐。下药？那是白少对你们上心，尤其是你清雪，能被白少看上，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若是攀上我一家，3亿的欠款算什么？你爷爷的病又算什么？妈，为了钱和势，你就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那是金窝银窝。林清雪，我告诉你，这个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是不清楚。老爷子躺在那儿，就剩一口气，公司就是个空壳，要债的天天堵上你。除了嫁给白少，你还有第2条路吗？行了，亚兰，不要再跟孩子们说这些了。爷爷，爷爷，孩子，对不起，是爷爷没用了，拖累了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啊，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这心疼能当饭吃，心疼能当钱花。再还不上钱，下个月咱们全家都得被扫地出门，睡大马路去。不好了，不好了！老爷、夫人、小姐，白少爷带了好多人，要闯进来了。白少爷来了呀，肯定是来提亲的。快，清雪，赶快收拾收拾，待会儿见了白少，好好道歉，乖乖听见了没？快！林老爷子，介绍一下，这位便是有在世华佗之称的柳神，一手鬼门13针，可通阴阳逆生死。我可是为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刘老请出山。白少过誉，不过既然老夫来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阎王想收人，也得先问过老夫的真。哎呀，是柳神医，老爷子有救了，这下有救了。清雪，看见了，
人家白少为了咱们家，可是把看家的本事都请出来了。清雪，柳神医妙手仁心，不过请他出手代价可不小。我的要求很简单，今天你就跟我去民政局领证，今晚就在我白家的庄园举行婚礼。这不光是给老爷子冲喜，也是为了他老人家的身体。你这么孝顺，一定不会拒绝我的，对吧？清雪，不能答应，你不能答应我。爷爷宁可死。别搁这添乱了！林清雪，你犹豫什么？人家白少年少有为，家世显，哪一点配不上？快答应！我答应，只要爷爷能够康复。这就对了。让！不是，谢夫，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是你？妈，你能来，我就不能来。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20年前林家老爷子亲手立下的婚书，白纸黑字，指腹为婚。他林清雪是我叶枫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你算哪根葱啊？当着我的面抢我未婚妻，你问过我意见吗？不是说这个混蛋是我的未婚夫？指腹为婚，你看看你这副尊容，看看你这个座驾，这种碰瓷儿编出来的鬼话，你自己信吗？你配得上清雪吗？你干什么？印堂发黑，口气腥浊。你有空在这逼逼赖赖的，不如找个医院挂个号，看看你的肝肾虚成这样，还学别人枪下美女啊！你怎么了？才不是好好的吗？快把林老爷子扶进去！柳神医，请您立即出手，救命要紧。好。他是毒血冲击心脉，旧毒并发，必须立刻封锁心脉周边大穴，导气归元。宋文兴，给我滚出去！一定是因为你刚才拿那张破纸冲撞老爷子，才把老爷子害成这样的，都是你的晦气！来，给我拦住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别让他靠近柳神医，耽误救治。你们大家放心，有柳神医在此，定能妙手回春。顺便也让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江湖骗子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国医圣手。白少过誉，老夫观林老先生脉下乃急火攻心，引动体内沉积旧疾，痰瘀堵塞心脉，虽险，绝非绝症。待老夫以鬼门13针之法，刺其膻中，揪尾诸穴，先通其闭塞，再导其郁火，自可转危为安。你这样刺入膻中，他必死无疑。皇后小儿，你懂什么？膻中乃气之海，此正气机阻塞，不刺膻中，如何通气？老夫行医一甲子，怎轮到你来指摘？鬼门13针走的是以死向生、险中求活的逆天路。第一针当落百会，震通诸阳，激发生机，如春雷惊蛰。你连起手式都错了，还敢妄称天医门传人？我看你就是一个学了点皮毛就敢草菅人命的庸医吧！你放肆！柳神医乃杏林泰斗，你一个开网约车的废物，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你要是再敢干扰救治，我让人把你的嘴打烂扔出去！那个宋文兴，你是不是巴不得老爷子死？我没人拦着你骗婚。柳神医，还请您尽快下针，别理这个疯子。皇后小儿，
你且看好，老夫这一针定海神针落下，林老爷子气血自通，立时便可醒来。这个小百姓，你刚才胡说八道，扰乱了柳神帝的心神，大老爷子爱成这样，这是上的凶手。叶枫，你三番五次的打扰救治，柳神医本来已经稳住病情，都怪你干扰了柳神医，柳神医才下针不准，你这就是谋杀！不错，此子刚才妄言什么刺弹中必死，扰我心神，是真力差了毫厘，惊散了老爷子最后一缕生机，再庸医害人，居心叵测。其实庸医还敢污蔑我！林清雪，信我还是信他？最后30秒，再晚真来不及了。求你救我爷爷！林清雪，你疯了！你相信这个凶手？别碰老爷子！老头子下山随便点拨了几下的外门弟子，就敢盗用天医之物，滥用鬼门13针。今日就让你看看何为真正的鬼门13针，向前夺命！这是逆脉寻踪，金针为也，走七经，通八脉，以毒归元。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把最后一口心血都给拿出来了，我要你偿命！哎，证据确凿，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活活的致死了老爷子。上，我打断4肢，送交巡捕局去。叶枫，为什么你要给我希望？你要亲手打破他！吵什么吵什么？那虞姬10年的噬心毒血吐出来才能活，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放屁！气都没了，心脏都停了，你还狡辩？憋了10年了，这口气呀，终于是吐出来了。哎，哈哈哈哈哈！舒坦呐，从来没这么舒坦过。神医，真是神医！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才叫真正的鬼门13针。那真是鬼门13针！你是天医传人？一个天医门外门弟子，学艺不精就不要出来害人。老头子熬了半辈子，终于遇到真正的天医传人，王慈生了，我服了。林老爷子，今天啊，命虽然保住了，但是那些家族催的3亿外债，3天是最后期限。林家的事，不劳为什么操心了？全天海的资金路子，我都已经打过招呼。清雪，3天后你要是不在白家跪着求我借钱，林氏医药准时倒闭。姓白的，你趁火打劫！
3天后不等着看。啊！那可是3亿呀！那除了白家，谁还能拿得出来？行了，亚兰，不要再说了，带孩子们上楼去。叶枫啊，当年你的师傅就救过老朽的命，这个婚约也是老朽厚着脸皮求来的。啊，师傅有命，下山即为还礼，林家的债我来还。叶枫，白家势大，你身手再好，我怕一时半会儿。您啊，好好静养。那3亿，我来想办法。谢谢你啊，谢什么？谢你救了我爷爷。嗨，姐，咱们这3个亿可怎么办啊？明天一早我去首富陆家碰碰运气吧。陆家？咱们连陆家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去了也是自取其辱。我陪你们去啊。你？既然当了你的保镖，那当然要保护好我的老板。你是想去陆家大门口当沙包吗？放心，陆家会开。大哥，我是林氏医药林清雪，我求您帮我通报一声，我们林家真的有要事要求见陆小姐。林小姐，家主病危，现在谁也不见，撤回吧。陆小姐，陆小姐，我是林氏医药的林清雪。林家，我知道你们的情况。看在林老当年跟陆家有故交的份上，先接了人。多谢陆小姐。清雪，没想到你也来陆家，那恐怕要碰一鼻子灰喽。哦，陆小姐，这位便是天海市中医泰斗郭振山郭老。小贝，就是你击败我徒儿柳一真的。哼，学艺不精，击败他那是给中医清理门户。狂妄！老夫行医时，你还未出生呢。哼，庸医带水土，自然也是庸医。郭老，快请进。郭老请。郭老，我访遍名医，也查不出来爷爷到底得了什么病。爷爷刚才又呕血了，这次全靠你了。陆小姐放心，有老夫在，我也是把这个关拉回来。郭老，快请。哎，看陆老的症状，他是经脉逆流，火毒攻心。你要乱施针的话，恐怕神仙难救。疯了！赶紧给陆小姐道歉。我说的真的。陆小姐，这小子疯了，他竟敢在这咒陆老。林小姐，管好你，霍力让你们进来，是聂在两家的故交。他如果要再不说一个字，你们都给我出去。郭老，请。叶枫，
看清楚了，这才是天海第一神针。小贝，我这一针下去，便能强行聚起陆老的生机。经脉已乱，你要强行刺入膻中，只会加重病情。闭嘴，别再说了。郭老，请施针。哎，动了动了！爷爷，小杰哥，不可能啊！狗东西，竟然杀了我爷爷，找死！陆小姐饶命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爷爷，全完了。行，都闪开，都闪开，还有救！你说什么？再晚一会儿，可真就无力回天了。只要你能救活爷爷，你要什么，我们陆家都给。行，闪开！针刺膻中，引火自焚，这就是你郭神医造的孽。这针法会扰乱阴阳气机，所有女眷全都出去，关门。叶枫，你真的有把握吗？出去等我。看好了，我是怎么救人的。真产如命，玉阴针，这是传说中的太极玄针，神技，这是天一门的神技啊！好了，命拿回来了。小友，看这针法，你莫非是天一门人？陆老既然醒了，我去喊人啊。白少，着什么急呀？咱们的账还没算完呢。郭振山，就凭你那点道行，还敢自称为神医？赶紧给我滚出天海！我不想再见到你。老夫羞愧，多谢陆老菩萨之恩。白少，敢拿我爷爷的命开玩笑，你想怎么死？哎呀，陆小姐饶命啊！我也是被那个老头给骗了。白少，我还是喜欢你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把他给我扔出去！饶命啊！叶枫，你真的治好了陆老？啊，之前在山上见老头子扎过类似的穴位，我就模仿了一下，运气好。林小姐，你有一个好老公啊。曼儿，带林小姐去客厅喝茶，我要单独感谢叶先生。好的，爷爷。林小姐，我们走吧。哎，陆老，天一传人，救命之恩，老夫没齿难忘。只是刚才人多，老夫多有怠慢，还望先生多多海涵。哎呀，行医者本分。先生，这是我陆家的至尊黑卡，卡内有10亿现金，且能在天海各地随意支配资金，还请先生笑纳。10亿？10亿。啊，行，正缺钱。儿的父母远在国外，且有一定的影响力。若先生需要的话，我陆家定会鼎力相助。哎呀，都好说啊。哎，不过我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我这身份你千万别告诉我老婆，
下山的时候，老头子告诉我要让我隐藏身份，怕仇家找上门连累他。明白，老夫绝不泄露半句。好，叶先生，谢谢你救了我爷爷，这个是50万的劳务费，小小心意，请你收下。50万，陆小姐，叶枫差点闯了大祸，这个钱我们不能收。哎，谢了啊。叶先生，你的救命之恩，陆家记下了，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多谢陆小姐。叶枫，你今天真是太鲁莽了。如果陆老没醒过来，陆小姐真的会要你偿命的。哎呀，死不了，我有数。你能有什么数啊？那可是首富陆家，你以为每次运气都会站你这边吗？哎呀，老板，你别绷着脸了，结果是好的不就行了吗？那3亿债务，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陆老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我也不好继续开口，只能想别的办法了。哎呀，债的事会有办法的。哎，你老公今天赚了钱，带你去吃顿好的。去哪儿啊？那云顶餐厅怎么样？我听说那环境还不错，还挺高档的。可是我还得解决家族的债务问题。哎呀，不差这一顿，听我的，吃顿好的去煤气，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打仗。掉头。老婆，钱的事不是问题，这环境多好啊，快尝尝。清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今天我去陆家，其实也是为了帮你。哎，百少，这是我们林家私事，不劳你费心。清雪，你还是太要强了。跟着叶枫这个保安，林家的债怎么可能还得上呢？差不多，就是旁边的苍蝇有点吵。叶枫，今天在陆家那是你运气好，但是你要明白，运气不能帮你守住清雪一辈子。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赶紧滚蛋，别影响我和我老婆吃饭。林清雪，我是真心想帮你，但这小子3番5次的坏我好事，今天在陆家还敢对我无礼，我要是不教训教训没有规矩的东西，外人以为我白少好欺负了。清雪，你先歇着，看我怎么清理一下你身边的垃圾。就凭这几个废物，你觉得能对付得了我？给我上，断他2条腿！百少，你住手！清雪，别怕我，我就是教教他怎么做人。上！还愣着干什么？一起上！你到底什么人？白少，啊，看来你的保镖质量也不太行啊。这可是天海顶级高手啊！你别乱来啊！我可是白家继承人啊！白家继承人，你动了我，你全家都要倒霉的！倒霉！服了！刚才派保镖动手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叶枫，别把事情闹大，白家我们招惹不起。老板，这种人就是属狗的，不打疼了，他永远不知道主人是谁。你别来了！给我老板道歉。我错了，我再也不会纠缠清雪了。跪下！
道歉。清雪，对不起，我不该找人打他，我不该纠缠你，我错了。白简明，希望你记住你这句话，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啊，滚啊！叶枫，嗯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之前在山上跟野猪架练出来的。你跟野猪打架？啊，怎么？怎么了？脚疼。我看看。这么严重？可能是因为刚才喊你打架的时候，我抱着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你再乱动，这只脚就废了。幸好家里没人，放我下来。我看看。肿这么厉害？叶枫，你轻点儿。叶枫，在家里你也要一直叫我老板，不然呢？咱们两个毕竟有婚约在身，老是这么叫，显得有点生分。那以后我在家里叫老婆，在外面叫老板。随你便，别贫嘴，赶紧吃。老板，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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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老婆。姓叶的，你手往哪儿摸？秋雨，你别胡说。我脚崴了，叶枫给我推拿。推拿需要脸红成这样吗？姐，你刚才那动静，我那是疼的。我先给他。已经按下去了。况且我刚才在门外听到你叫我姐老板，不对，你刚才绝对叫了别的。我先走了，老板，再见。再见。姐，你实话实说，你对家人放心了吧？讨厌你。爸，明天上午10点就是最后期限，债主杜家已经放话，拿不出钱，他们将接手李氏集团。清雪，不是去陆家周旋了吗？周旋？人家陆家凭什么帮我们填3亿的坑啊？刚刚收到消息，明天杜家杜少亲自过来收债。难道人家真的要归杜家了吗？不管叶枫那个丧门星，要是他招惹了白少，白家肯定会帮我们解决债务。林老爷子，12点了，3亿还是林氏医药的全部股份，选一个吧。杜少，林氏医药市值远超3亿，
你这是强取豪夺！强取豪夺，在天上掉下一个钢镚不行。清雪，签了，你再不签，路上发火，我们全家都得完。哎，我说林清雪，你给脸不要脸啊！陆少能看上你公司，是给你们面子。我不可能签，这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少废话，赶紧签！哎，你那个特别能打的臭保安呢？怎么现在当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了？就是他，陆少。叶枫，你怎么过来了？老板，这字儿要是真签了，林氏医药可真就拱手让人了。叶枫，这是动手，你就是一个小保安，谁让你进的？想害死我们全家是不是？我是来救你的。你的意思是，你要还钱3亿而已，这里有10亿，拿钱走人。哎，10亿，叶枫，你他妈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这个破黑塑料片是你在拼多多上买吧？叶枫，你赶快拿着你的破塑料卡片收起来，给我滚出去！至尊黑卡，陆家家主亲发的最高权限，陆天河给我的。陆老送你10亿，你一个臭看门的也配见陆老？我撒泡尿照着我自己。就是啊，杜少，他就是个疯子，拿张假卡在这装逼，给他废了。叶枫，别闹了，算我求你，走吧。拿这么个垃圾玩意儿在这骗我，找死！拿这么个垃圾玩意儿在这骗我，你找死！哎，黑卡还10亿，叶枫，你是在保安亭里睡午觉睡癔症了？我听说陆家家主亲发的至尊卡，全签海誓，总共就2张，一个臭保安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叶枫，你是不是非要害死我们全家才甘心啊？拿个假卡充当陆家的，路上动动手指头就能让我们全家消失？叶枫，别让我姐难做了，你快走吧。拿着陆家的名头在外招摇撞骗，这罪让陆家知道，把你剁成肉泥扔到海里喂鱼。叶枫，你别说了，我求求你不要再说谎了。不是老板，我没有说谎，这卡真的。就是个开网约车的，你怎么可能会有10亿？清醒一点好不好？林小姐，签了吧，我还能保这小子一条狗命。有我在，这字儿你签不了。哎，你他妈还敢来！保镖，打断他的腿，把这张假卡塞到嘴里去，给我上！住手！谁说他手里的卡是假的？谁说他手里的卡是假卡？陆老，听说你身体抱恙，怎么自己亲自过来？家父昨日还提起，改日定去府上登门拜会。托杜总的福，我还没死。您来的正好，这个小保安拿着陆家的黑卡四处招摇撞骗，我正打算收拾他。谁说他手里的卡是假的？那是我亲自送给叶先生的。陆老，那黑卡权限极高，送给一个看门的，家父知道，恐怕会觉得你老糊涂啊。陆少，你别拿你父亲要挟我。叶先生他救了我的命，别说是一张卡，就算是半个陆家，我也给得起。叶神医妙手回春，是我们陆家最尊贵的客人。财务是。陆导、陆少，债权已清，3亿已到账。陆老，救命之恩，我林家没齿难忘。老人呐，要谢就要谢你有一个好孙婿。陆老，您看我干什么？白家小子，前几天你请了的那个神医，差点害得老夫当场毙命。
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吧？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吧？陆老饶命！那个庸医是别人介绍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是骗子呀。叶先生，这个跳梁小丑差点害了老夫丧命，最主要的是，他曾多次的冒犯您，您说该如何处置？这小子总是骚扰我老板，不想再看你。叶少啊，不，叶祖宗，我求你，陆少，你帮帮我，我错了，我都听到了，把他给我扔出去，按照叶先生的意思办，永远给我消失。杜少救我，杜少，传我的话下去救我呀！从今日起，白家将要在天海彻底除名。若有帮衬者，就是与我陆家为敌。陆老好大的威风，3亿债务清，林氏集团的股份我也不感兴趣。叶枫，靠山总有倒的一天，在我天海杜家面前，你只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小主。这件事记下了，随时奉陪，希望你下次收个好点的狗。陆老，今日之恩，林小姐要谢，就谢叶先生。叶先生，陆家能在天海横行，原因是他背后靠山是四海盟，这是一股极其强劲的地下力量，手段残忍，您千万要当心。多谢陆老提点，我会注意的。叶先生，要记得多和我联系哦，我随时有空。老板，看你的脸色这么差，人家陆大小姐都说自己随时有空呢，你还不赶紧跟上去看看？行了，吵什么吵？外债是清了，但是我们林家还没有度过危险。四海盟誓的，如果杜家动用地下势力，我们林氏集团还是会瞬间灰飞烟灭。亚兰说的对，现在我们林家势头日益渐弱，清雪呀，将来就看你了。清雪，我们林家一日不如一日，你必须在1个月之内研发出核心新产品，否则就算有陆家护着，我们还是不能长久。我知道，我会尽力的。好。叶枫，你跟我回家。第一，是因为我脚伤还没好；第二，你今天晚上好好的跟我说清楚，你跟那个陆家大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老婆，我这都给你揉了半天了，发现你这脚肿早就好了，你是不是想故意趁我便宜才叫我上来的呀？我说什么呀？我就是怕我还没彻底好全，让你给我复查一下。哦，叶枫，那张黑卡到底怎么回事？还有，陆老那种身份，凭什么对你那种态度啊？老婆，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我那就随便给他扎了几下，他就以为我是神医下凡，非要把那黑卡递给我。估计是年纪大了，把谁都当成救命恩人。你就编吧你。不过，今天真的谢谢你。不用谢。
这种奖励能不能多来几箱？小的美。这债是清了，但是陆家都还没开始发力呢。林氏医药底子薄，如果不能拿出划时代的新品，那承受不住杜家下一步打压。老婆，这是驻颜方，不仅能祛斑美白，还对修复各种皮肤疾病都有奇效。驻颜方这种古法配方真能有效？这方子要量产，全天海的女人都会为你疯狂。好，那我明天就让青羽的研发部测试一下。我这方子都给你了，是不是再给我奖励一下？测试完了再说。林家已经衰败，我给了你这么多时间，你竟然连一对林家姐妹都收拾不了，杜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爸，本来收购林氏集团快成了，到时候那一对姐妹不是我们信手拈来，可半路杀出一个叫叶枫的保安，这小子邪门的很，白景明都折到他手上，就连陆天河都亲自出面保的。一个保安？我杜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一个臭看门的指手画脚？陆天河他是个老糊涂吗？为了一个保安，敢得罪杜家？爸，那小子不仅能打，医术也鬼迷，憋的时间不多，必须尽快抓住林氏姐妹这对纯阴之体续命。我这就都带着人去。靠你那群废物们，除了会打草惊蛇，还能做什么？这位是四海盟蝎子，退役特种兵，东南亚自由搏击冠军，外籍巅峰修为。陆总，杀死一个练过几手的普通人，对我来说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蝎子，那小子确实有点邪性，别让他死得太痛快，能亲手抓断他的骨头。巅峰之下，皆为蝼蚁，我会打断他身上的每一处骨。动作干净些，不要惊动陆家。杀了那小子，带着那俩姐妹，直接去老爷的密室。是。姐，神了！姐，叶枫那个驻颜霜真的神了！怎么了？你看，我小时候骑车摔的那道疤彻底没了。竟然比市面上所有顶级的护肤品效果还要好。何止是好，我刚才在研发部就用了这么一点儿，现在全身上下光滑的，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姐，我们要发财了！传我的话，研发部封锁消息，批量购买所需药材，所有产线立刻调整，全力备产驻颜霜。叶枫，你到底是什么人？这种已经失传的古方，你怎么知道的？啊，那个之前在山上跟老头瞎混，顺手学了几个他俩的方子。瞎学都有这么厉害？叶枫，你不会自己什么举世神医吧？真是神医啊！还至于天天在这儿给你们当帮妖啊？什么人？这个问题我也在追寻。老头子说过，只有踏入宗师境，才能解开这锦囊里的身世信息。快了，行了，不跟你贫了。一会儿你给我开车，咱们一块儿去谈一下驻颜霜的销路。我相信，有了驻颜霜，林氏医药一定可以东山再起。今天要去谈的分销渠道很关键，只要能够拿下天海医药连锁，驻颜霜就能一炮而红。放心，有我在，没有谈不成的生意。你倒是很自信啊。不过叶枫，我对你越来越好奇了，你到底瞒了我多少？其实我是隐世神医，专门下山来保护你，你信吗？又胡说八道！等今天谈完，我好好犒劳你一下。啊，好啊，这次什么奖励啊？是不是该升级一下？老婆，
你说什么呢？不过就是想带你去吃点好吃的。你又想哪儿去了？不好，有尾巴！哎，别动！叶枫，咱们报警吧！来不及了，那鱼是高手。躲起来！还真敢现身啊！我见过不少求饶的，像你这种着急送死的，还是头一个。杜家派你这种货色，是看不起我呢，还是太看得起你自己？小子，我杀过的人，不是你这种保安能想象的。就你那点三脚猫功夫，恐怕还没见过外境巅峰吧？外境巅峰？在我面前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死到临头还嘴硬，干掉你！你保护的那个邻家大小姐是我的下人，我带回去。还想绑走我老婆？你他妈找死啊！小子，敢和我这么说话的人，都死了！就凭一块废铁，你觉得伤得了我？废铁？哼！老子用他杀过的成名高手，不下10人。暗器，太慢了！我告诉你，用这个保不了你的小命。老子在境外战场搏命了10年，靠的是真正的实力。学了几天外家功夫，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闭嘴！老子这一拳，20年的功力，你一个臭保安拿什么挡？叶枫，你别跟他硬碰，快躲开！我，哼，他今天必须死！林总，等我捏碎他的骨头，慢慢陪你玩。速度太慢，力道太弱，这就是你的实力。闭嘴，去死吧！你这是什么力量？当你是内劲武者？内劲武者在我面前连屁都不是。李峰，别得意。杜家派来的，知道就好。你要知道，四海盟是你招惹不起的存在，哪里有真正的化境高手？要是现在给我求饶，等我和那个娘们玩完了，心情好，兴许放你一条狗命。你们四海盟的人都像你一样这么会白日做梦？叶枫，小心后面！叶枫，你把他给杀了！今天他要不死，咱们就得死。今天不工作了，我带你回家。叶枫，我突然觉得好冷。不好，清雪体内寒毒爆发，得先找个地方给他施针。好冷，叶枫，你别走。坏了，寒毒发作，必须让至刚至阳的九阳神法才能把这寒毒压下去。好了，我压下去了。老婆，睡一觉就好了。坏了，这九阳神针至刚至阳，会无限激发人体内的欲望，着急救命，把这套针法的副作用给忘了。难受，
是啊，是老婆，咱们清醒一点，明天早上再战啊！叶枫，想要你？不是吧？又来？姐呢？整晚没回家，电话也打不通。青雨啊，那个你姐昨天晚上受了惊吓，加上忙工作，就找了个地方随便休息了。呀，不难过，你小子，我告诉你，看人没亏，我告诉你。星宇，我们在回公司路上呢，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的事，你要是敢让青雨知道，你就死定了。又不是第一次了。老婆，报告拿反了。闭嘴！你给我泡杯咖啡去。昨天晚上的被你折腾的累死了。好啊，你们两个居然敢彻夜不归！我姐脸色怎么这么好？你们两个昨晚到底去哪儿鬼混了？算了，管你们。说正事儿，杜元霜已经可以量产了，但杜家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在全市场放了狠话，说谁要是敢给林氏放货的话，就是与杜家为敌。现在全城的供货商都不给我们供药了。杜豪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没有原材料怎么量产？林清雪，你看看你招惹的什么麻烦！供应商不仅断货，我们正常的生意也受到影响，林家要完了。妈，我会想办法的。想办法？刚才杜少发话，想要药材也可以，除非你带着青雨一起去杜氏集，当众跪地求饶。去杜家求饶？他们做梦！都是你这个丧门星，招惹杜家。现在杜少指名道姓要他们姐妹俩一起去赔罪，否则明天林氏就会破产清算。杜氏没安好心，我们绝对不会去杜氏的。不去，不去，过几天大家都得睡大街。清雪，杜少说了，只要你们姐妹诚心道歉，不仅放开药材，还会给我们林氏注资。道歉？我看杜家根本就不是对林家的财产有兴趣，他是对我们老板有兴趣。你个臭保安懂什么？清雪，你到底去不去杜家？妈，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吗？既然如此，那就去。不过，我要跟你们俩一块儿去。哟，这不是咱们林家的2位大小姐吗？怎么，趁林氏还没倒闭，还赴本少爷的约了？杜少，是你杜家断掉我林家的药材供应，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可不像是一个大公司的所作所为。手段不重要，结果才重要。不出1个星期，林氏就会因为药材断供而彻底完蛋。今晚，你们两个就留下来。
我高兴了，或许可以考虑放开你们想的药材。不过，做开心的事情之前，有些事得清算一下。蝎子是折在你手上。你说那个废物，果然是你派来的，顺手让我给清了。那个是四海盟派的人，你杀了他，就是在打四海盟的脸。你以为你会套功夫，就可以在天海横着走？你太小看四海盟的体育了。这4位都是四海门的外境高手，每一位都是高手。你杀一个蝎子靠的是运气，4个一起，看你怎么死。今天就必须死。至于这2个极品，我替你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乖乖听话。这几个废物就是你的底气了。这4位可都是四海盟的外境高手，何手内境大师都得退避3舍。你现在给我跪下求，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全尸。叶枫，别逞强。没事。好，你就只会像老鼠一样，在天河得罪我杜家，你连还手的资格都没有。2位美女，看清楚，你们依赖的男人，一会会像狗一样求饶过他。门外等我，这几个喽啰还伤不到我。陆少，废话说完了，死到临头还装逼，你不会真以为就靠这4个垃圾就能跟我斗吧？给我干他！怎么可能？陆少，这4个都已经被我废了，咱们好好谈谈。别过来！你以为能打就了不起吗？是敢动1根手指头！我爸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咱在天海扎根50年，背后站的可是整个四海盟。四海盟？没错，就亲自去海外，以前四海盟的盟主前来天海了。要是敢动我1根汗毛，绝对不会放过你！跪下！现在给我跪下求饶！女人进来伺候好我，快可以让我给你留个全尸。陆少，你是真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保命。我的手断了，我求你了。陆少，这只手呢是教你做人。现在有几件事儿想请你帮忙。第一件事，给药材供应商打电话，5分钟之内解除林家药业的全部封锁。都撤掉！把对林氏所有的封锁全给老子撤掉！立刻！先撤掉。第二件事呢，就是杜家毕竟伤了林家，多多少少得赔点医药费吧，不用多，10个亿就行。10个亿？叶枫，你疯了！哎，你这是抢劫！还有4分30秒时间，你要是再不转的话，哎呀，你这只手也要废了。我给，快联系财务，给林氏汇款10个亿，快呀！啊，对了，别忘了跟你老爸说，这只是利息啊。叶枫，你没事吧？杜浩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姐夫，里面怎么没动静了？你不会是把他们……杜豪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他主动承认错误，还主动解除了药材封锁，还给咱们账户上打了10个亿的违约金。10个亿？看看违约金？
真的？姐，是真的，账户里多了10个亿。有吧？有钱了，把周元霜做大做强。姐，真的是10个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不仅是钱，就连被断掉的药材渠道也都恢复了。叶枫，你到底对杜豪做了什么？好说话的，一听说林氏缺钱，就主动赔偿10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抓住了他什么把柄？哎呀，也许是我长得比较正义感吧。去你的！青雨，你先去我房间把朱元霜的终审报告给我看一下，我跟叶枫说点安保上的事。那好吧，那我走了。今天表现不错，晚上来我房间，好好奖励你一下。什么奖励啊，老婆？你来了你就知道了。哎，睡着了？说好等我的呢。老婆，说好的奖励呢？我的，青雨，怎么是你啊？你姐呢？误会，我真以为你是你姐，真的误会，哎，别动！你最近是不是这腿特别刺痛，尤其是晚上？你怎么知道？我最近的确是疼得厉害，我还以为是走路走多了。那是因为你寒毒发作，你再不排出来的话，你这腿半个月之内就废了。对了，你别吓唬我啊，我还没找男朋友呢。放心，有我在。坐下。你别动，治疗呢。好热啊，好像真的不疼啦。叶枫、秋雨，你们在干什么？叶枫、秋雨，你们在干什么？叶枫，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刚才给他治疗寒毒，他那个腿再不治就废了。你不信问问他？姐，是真的，我刚才腿疼的动不了，现在完全不疼了。叶枫他是在给我治疗，你不要误会。治疗？既然是治疗，你为什么不早说？而且还摸来摸去的，那么猥琐。这是正常的手法。姐，都是我不好，都怪我这2天实在是太累了，在你床上睡着了。那个，我先走了。哎，做好事还被骂。对不起嘛，我刚才语气太重了，对不起。哼，你既然知道错了，你是不是奖励再来一下？你想要什么奖励？想什么呢？我来找你是说正事儿的。正事，这就是正事。我们的朱元霜呢，已经正式投入市场了。明天打算举行新品宣传会，到时候呢，就会邀请天海各大家族前来。但是我害怕杜家和四海盟的人来捣乱。哎，行，有老公在，意外。去你的！谁答应做你老婆了？你今晚跟我回去睡。去！去！老婆，
不至于，不至于！各位，这是驻颜霜，乃是我林氏医药心血之作，大家可以试用一下。是。哇，你这美白效果真不错哎，真好啊！你看这个，你看我的脸好白呀、帮我涂上。林家的好日子，敢不告诉我杜家和四海王？杜震，今天是我林家的发布会，你们带这么多人闯进来，想要干什么？林清雪，你们林家为了钱，竟公然推销剧毒产品，真是丧尽天良！这有剧毒？你胡说！驻颜霜经过无数次测试，绝对没有任何毒素。大家看清楚，这就是用了驻颜霜之后的结果。不到半小时，毒素入脸，现在命悬一线。为了效果能够立竿见影，添加了剧毒剂量。一旦这种毁容药上市，天海市会有多少女性受害？我听好多次，不，这绝对不可能！杜豪，你这是栽赃！驻颜霜的每一道生产工序我都在场，配方全部都是天然草本，绝不可能致人毁容。我姐为了这个药，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这位病人不知道用了谁家的化妆品中毒了，凭什么怪在我们林家头上？陆大少，这款素颜霜我刚刚已经试用了，效果很好。你凭什么说这个人中毒跟这驻颜霜有关系？陆小姐，你是被林家灌了什么迷魂汤吗？林家现在债台高筑，为了翻身，什么杀鸡取卵的毒药造不出来。尤其是你叶枫，你害老子断了手，今天我就要跟你林家一起陪葬。还要进来？林秋雪，你看看这是什么？什么呀？让我看一下。大家看清楚，这是天海最高权威机构发的检测报告，白纸黑字写着驻颜霜内含有超标100倍的剧毒。这真的是剧毒啊！这官方的公章跟医药协会的签名全都在上面呢。这林氏分明是想害我们死啊！亏我还想买100箱。你们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滚出天海！这报告是假的，一定是你们伪造的。造，上面有官方印章，更有天海医药协会的联合签名。林清雪，林家今天就完蛋了。你乖乖听话，把老子伺候舒服，我才可能考虑放过林家。这种下三滥的指控，你们也信？我看这张检测报告，不过就是张废纸。废纸？上面盖的是天海医学院的印章。叶枫，你一个臭看门的，除了会点拳脚，还敢在这冒充名医？这个驻颜霜有没有毒，我是最清楚。我看这小姐也不太像是中毒的样子。不是中毒，此女子用你们的东西当场倒下，命悬一息，你还想简单？简单？那你们敢不敢让我上去看看？她要是真的中毒，我的命任你们处置。你的命任我们处置？你的命值几个钱？高盟主，让他看，我倒要看看这个小保安在众目睽睽之下能耍出什么花样。好，老夫倒要看看，证据确凿面前，你还怎么花言巧语？来吧。林清雪，你看看你招的这个小保安，死到临头还在嘴硬。过了今天，林氏医药将会彻底倒闭，你和你妹妹就等着给老子跪地下唱征服吧。杜豪，恶有恶报，你别高兴太早。我靠，你闭嘴！叶枫一定能查出真相。真相？真相就是你们林家彻底完蛋了。高盟主，他摸够了没有？是不是该送他上路了？杜大少，我还以为你能进步点，没想到还是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姓叶的人都快被毒死了，
还在这阴阳怪气。大家看清楚了，他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想要趁机溜走。叶枫，白纸黑字的质检报告就在那儿。这位患者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你说这是小把戏，你这是在藐视我们所有人的智商吗？叶枫，不要逞强啊！万一这位患者真的是我们林家产品才这样的，那我们林氏就全完了。既然各位想要真相，那我就满足你们。这位女士的毒我能解。笑死人了！一个臭看门的，还在这装什么名医呀？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好，我倒要看一下你怎么治。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治不好，就去给蝎子陪葬。这脸色都这样了，明显就是中毒，快要病入膏肓了呀！这保镖也是为了林家，什么话都编得出。既然你们不信是吧？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药到病除。这小子如此年轻，就能达到了化境之前，今日必须要处理掉这个隐患。这哪里是中毒呀？这脸这么白皙，又这么漂亮。我怀疑这女人是杜家请来的托儿，你去查一下，看她是什么身份。杜大少，你刚才不是叫嚣的挺厉害的吗？现在人好了，你那份检测报告怎么解释？还有你，四海盟的大当家，对吧？我看这位小姐应该就是你请来的托了吧？只不过是用了一种鬼骨草，这种草药涂在脸上，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黑，但是对健康丝毫不产生影响。鬼谷草，老子听都没听过。为了给林家脱罪，编出个这么荒唐的名字。高盟主，你听过这种东西吗？老夫纵横半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药，能让脸色黑成这样，而且不伤性命。周保安，着急了要跳墙啊！到了，我走了。是。好一个四海盟啊！这位女士想必就是四海盟的二当家沈冰的。看起来你们是贼喊捉贼，故意来给人家做局的吧？上演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是故意想来搅林家的局吧？原来是四海盟的二当家呀！为了栽赃林家，连这种身份的人都出来演戏，真是不要脸。看来是杜家跟四海盟串通好了。那今天这个中毒就是个笑话呀！吵什么吵？这份检测报告可是天海医药协会出的，白纸黑字盖着红章，沈冰的身份也改变不了朱颜霜有毒的事实。陆少说的对，陆小姐身份尊贵，可是你也代表不了权威机构。报告上有毒，她就是有毒。权威机构，我看都被你们给收买吧。这款驻颜霜我刚刚也用过，用完之后皮肤变得比以前更细腻，更透亮。你们倒是解释解释，这驻颜霜哪里有毒了？这陆小姐用了也没事儿，可见这药看起来也没问题啊。陆小姐，你也太天真了吧！驻颜霜里面藏有隐藏毒素，前期可以让皮肤白皙，可是之后会经过你的经脉到你的肺腑。高盟主，你讲故事的能力是越来越好，我现在感觉浑身舒畅，呼吸顺畅的很。陆小姐，这就对了。如果你现在胸口感觉微微发热，那就是毒素侵蚀心脉的信号。对，这种最是阴险。慢，你为了帮林家，自己连命都不要了。李小姐，老夫行医10多年，不妨我替你把把脉，不过片刻就真相大白。哎，陆小姐，这是我们林氏集团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臭小子，老夫当众行医，岂能你来揣测？耽误治疗陆小姐，你负责得起吗？叶枫，你是怕高盟主查出真相，你和林家就彻底完蛋了。故弄玄虚的人是你吧？叶枫，我没事，你曾经帮过陆家一次，这点小事不算什么。你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以后就请我吃饭吧。高盟主，那就请你看一看
我到底有没有中毒？好，还是晚了一步啊！此毒和林小姐温和体质相性符合，那就是催命符啊！胡说！我刚刚明明已经……毒素已入心脉，神仙也难救你了。陆小姐，怎么会这样？刚才陆姐姐明明还好好的。这老夫子尊把脉之时，通过指尖将剧毒直接打到心脉，这高明的实力竟然已经摸到了宗师门派，可以下毒的无限。大家看清楚，陆曼刚才还在帮林家说谎，转眼就被林家的毒药害到吐血，这就是林氏医药的真面目。林清雪，到底是化妆品还是砒霜？简直是丧尽天良！幸亏老夫及时查验，不然陆小姐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各位，你说你们这毒药还要吗？这陆家小姐眼看都不行了，这哪是什么化妆品啊？这分明是大规模的杀害武器啊！看这不是，林家必须要给个交代，杀人偿命，查封林氏啊！叶枫，你不是能治吗？你不是说小把戏没？陆曼就躺在你怀里，你治给大家看呢。毒已入体，肺腑已碎，他要是能治好，今天我就拜你为师。叶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陆小姐！高明，收你这种人为徒，就是有辱师门。天底下还没有我叶枫治不了的病，这天底下还没有我叶枫治不了的病。叶枫，陆小姐还怎么样？不可能啊！老夫苦修数十载，才练就的化骨之毒，纵然是同级别的对手，也不能轻易化解。这小子竟然能瞬息之间将其逼出！你小子竟然摸到了宗师门槛，怎么可能？你如此年轻，感觉到像被冰块堵住了心口，这会儿感觉有一股暖流进来了。叶枫，谢谢你。陆小姐，没事了，还好有叶枫在。真是神奇啊！这高明都救不了的人，他一巴掌给弄好了。哎呀，这看来是杜家和四海盟联合陷害林家，现在被这小保镖当众打脸了。够了，戏演够了没有？叶枫，你懂点偏门医术，还能翻天不成？林清雪，我告诉你，陆曼就算救活了，今天这场庆功宴也得变丧宴。今天四海盟的高盟主就在这，我杜家还有一众高手都在这儿，我杜家想要谁死，谁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陆小姐，陆家虽然势大，但这是在天海，林家非法经营，推销剧毒，证据确凿。今天谁来也保不了他们。没错，今天林氏医药必须出名。林清雪、林清雨，晚上乖乖跟我回杜家别墅。叶枫，你这个废物能打能医又如何？这个世界靠的是实力。杜家有钱有势有高手，我想玩死人家，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你能奈我何呀？来呀，你不是很狂吗？碰我一个试试，你敢吗？杜恒，我给过你很多次活命的机会，给我机会？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过是林家养的一条狗。枪！叶枫，冷静！姓叶的，三番两次对我动手，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打我，还是2次。今天你必须死！不好，当众用枪，你以为你在天海真的能一手遮天吗？在天海，我就是天。今天就杀了他！谁敢定我的罪？谁敢？这会儿还愣着干什么？杀了他！这东西为父担着。你到底是不是人？
猴儿，猴儿，快去叫医生！猴儿，陆总，少爷他，叶枫，大庭广众之下杀了我儿子，我要你死！你们林家一个也跑不了！动手，把他给我杀了，剁成肉酱！布阵是杜豪先开的枪，叶枫他只是正当防卫，所有人都可以给我们作证的。放下，家主，不可！什么？怕了？四海盟高层都是饭桶吗？陆总，这小子是宗师境界，老夫若出手，生死难料。连你也不是他的对手。小子，年纪轻轻如此身手，不该籍籍无名。今天这笔账，四海盟和陆家先给你记下。记下就记下呀！啊，我随时等你们来找我报仇啊！叶枫，你给我记着，今天这仇我杜真一定会报，绝不会放过你。来人，把少爷的尸体抬回去。陆总，从长计议。好。陆小姐，今天连累你了，是我疏忽大意，让你被人下毒。你还谢我呢？你杀了杜沧海唯一的继承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是小心点吧。确实，这四海盟确实是个祸害，对我们任何人都是危险，尽快铲除他才行。陆总放心，豪儿不会白死。我已经集结了四海盟所有的高手，那小子和林家一个都跑不掉。就让他死！全是骨头，一个个易碎。活不了，在天海，还没有人能在我的手里。你要捏碎谁的骨头啊？叶枫，我外面有重重高手，你怎么进来的？爬楼呗。你竟然能躲过我身边的重重高手，看样子你也不简单。不过你今天孤身而来，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喂，罗盟主，出什么事了？看我啊！陆总，正主自己亲自来了。小子，你也太狂了！你以为你杀了蝎子，懂点内禁外放的东西就天下无敌了？哼，小子，我已经入内禁10年，半只脚都已经摸到宗师门槛。放眼整个天海是没有对手，今天必须死！你必须死！小子，你只会躲吗？可惜你躲不过，今天必须死！既然如此，那你别活了。好，好，好！你这小子果然有点邪性，年纪轻轻竟然到了内禁期。可是化禁期不是你能碰瓷的，今天能死在我手里，也算你的荣幸。怎么可能？我的手臂，你竟然真的化境高手！别过来，我把四海盟都给你，我要钱，我有无数的。杜豪，托我给你带个话。什么？他说，你的死法是让你跳楼摔死。我求你饶了我！我求你饶了我！哎，杜家和四海盟今天肯定会有大动作的。叶枫，如果林家真的破产了，你带千羽先走。哎，老婆，你别那么悲观嘛。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目前那高明那老头想开了，说不定哪天他就退隐江湖了。退隐什么呀？他是四海盟的盟主，他怎么可能退隐江湖啊？老婆，我那天看到他印堂发黑，说不定他哪天他就跳楼自杀了呢。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这种玩笑？高明是四海盟盟主，怎么可能跳楼自杀呀？姐，你快看头条，高明死了！你说什么？高明死了？就在昨晚，四海盟盟主高明从楼顶坠亡，现场都被封锁了，说是自杀。叶枫，你刚才说他跳楼了？啊，是吗？那他还挺有眼光的，跳了这么高的地方。对啊，叶枫，你昨晚说出去买宵夜，买了2个小时，回来高明就跳楼了。四海盟内部守卫森严，除了神仙，谁也潜不进去。应该不是你。当然不是我了，我就是一个小保安。说不定他真的是良心发现，真的心想给杜家谢罪吧。林总，不好了，楼下全是四海盟的人。走。沈小姐，这里是林氏集团，你带这么多人过来想干什么？干什么？昨天晚上高明坠楼，跟叶先生脱不了关系。叶枫，是你杀了他。我就知道叶枫闯大祸了。你是来报仇的？四海盟沈冰愿带队归顺叶先生。什么鬼？你不是来给高明报仇的？四海盟这些年杀人贩毒，放火越火，什么伤天害理就干什么。我想带弟兄们走上正道。既然你能杀了我们盟主，就有足够的实力成为我们新的盟主。叶枫，四海盟这么大势力，为什么要认你当老大？对啊，叶枫，他们不会是来卧底的吧？你们放心，亮他们也翻不起老花。既然这样，正好我们保安队缺人，以后你们都纳入我们保安部吧。来吧。只要叶先生不弃，我们四海盟上下听叶先生指挥。啊，对了，既然当了保安，以后我老板林清雪的话也要听。都听见了吗？从今往后，谁要是敢坏了叶先生的规矩，我就废了谁。是。好了，那我就带你们去保安部入职吧。这就收编了。林总，出事了！公司里面所有股东都要退股了。肯定是因为杜家，去会议室看看什么情况。清雪，杜家已经放话，要让林氏破产。我今天召集这么多股东，就是为了跟你商量一下退股的事情。得罪了杜家和四海盟，林家是要大难临头了。我们只是一些普通的股东，没必要跟着你们林家去得罪杜家吧？对呀，四海盟是什么底力？咱们拿什么挡呀？各位，我们的驻颜霜应该尽快投入市场。张总，那破东西有什么用啊？就算你的驻颜霜能大卖，赚再多钱，
你有命花吗？这些是股东的退股协议，你看怎么办？你们这帮落井下石的小人，那是分红怎么不见你们退？你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林清雪，我这也是在救人家，签了字同意大家退股，也许杜家和四海盟就消了怨气。对，签字，退股，退股，给我退股！签字，警官，给我签字，立刻签字！林清雪，那个废物保安害死了杜尚，四海盟是不会放过林家。你想让我们大家一起死吗？杜家和四海盟动动手指，林家便会灰飞烟灭。赶紧退股！赶紧退股。快签！他们要想退股，就让他们退呗。叶枫，你得罪了四海盟，还肯待在林家，识趣点儿，给我赶紧滚，别连累我。四海盟，他们的老大都已经挂了，你们不看新闻吗？怎么？真的，高明昨晚坠楼身亡了。这怎么回事？真的，四海盟势大，就算没有盟主，我们做事只会更绝更狠。今天不签了这些协议，等四海盟的人杀过来，我们林家一样抱不住。对，就这林氏根本就不是对手。四海盟审兵在此。我看你们谁敢逼林小姐？我看谁敢为难林小姐？哎呦，二当家的，这冤有头债有主，害死高盟主的人是这个叶枫，你要抓他一个人，别牵连我们。对对对，把他带走，我们愿意配合。哎，对，我四海盟上下已经加入林氏，与叶先生和林小姐为敌，就是与我四海盟为敌。这怎么不早说一声？就是啊，别急，还有惊喜呢。什么惊喜？什么惊喜啊？什么惊喜啊？想要退股的，现在就签吧。你们手里的那些股份，我们陆家全部以溢价回收。从此以后，你们这些老家伙跟林家再无关系。陆小姐，你开玩笑了吧？只要叶先生和陆家在，林氏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咱们死也不会退股的是吧？哎，是的，是的。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东西，以后我们林家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叶哥哥，你一联系我，我立马就赶来了。这次表现值不值得请我吃顿饭呢？姐，这么慢，分明是来抢人的。这次表现值不值得请我吃顿饭呢？哦，这每次啊，林家一出现什么困难，你就第一个跳出来落井下石的。我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你要是不想被连累，你以后就不用在林家待着。你凭什么赶我走啊？我是林家主母，我手上还有股份。就凭我还没死。爸，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我要是再不来，林家就要被你卖得精光了。你背地里勾结杜家，要收购林家所有证据，都在这儿呢。现在，我宣布，多多赵亚兰在林氏的一切职务收回其所有股份，逐出林家。别走！我这么多年把林家走，快走！不要跟我老啊！老爷子，你真是英明，这种人啊，早就给踢出去了。老爷子，你英明啊！小雪啊，
以后临时的工作，让叶枫多参与参与。爷爷，谢谢你。林爷爷，既然内贼已清，那我们陆家跟林家的合作是不是可以再加深一下呢？比如让叶先生多去我们陆家帮帮忙。林爷爷，这次我们陆家为了帮林家，可是把压箱底的律师团跟资金全部搬出来了。让叶枫陪我吃顿饭，你不会舍不得吧？啊，应该的，应该的。叶枫啊，陆小姐是贵客，你代表林家好好感谢感谢人家吧。既然领导都发话了，那好吧。走。傻丫头，叶枫，嗯，你现在也是天海的风云人物，就连四海盟的沈冰也被你收服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跟谁有前途。但你也别太乐观，陆家在海外有生意链。据我内线消息说，四海盟在海外的势力已经蠢蠢欲动。那高明不都已经死了吗？还能翻出什么浪花？高明只是四海盟在国内的代言人，他们真正的精锐是在海外。我听说已经有几批顶尖杀手潜入田内，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哎，他们杀人不眨眼，手段极其残忍。叶枫，我真的很担心你，一定要小心。放心，能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叶枫，你知道吗？我虽然是豪门千金，但是也身不由己。陆老不是挺关心你的吗？是啊，爷爷是对我很好，可是陆家需要海外市场，他给我订了一个婚约，对方在英国，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的男人。那确实啊，确实挺身不由己的。叶枫，你知道吗？我讨厌这种被支配的人生，可是我没有办法。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希望我第一次能给我喜欢的人。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那个叶枫，你懂吗？这些年追求我的男人无数，可是能让我高看一眼的只有你。陆小姐，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我送你回家。我没有喝多。哎呦，行了，我那个昨天晚上是你喝多了，你主动的，我才。叶枫，不是，我没喝醉，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昨晚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这是我的决定，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你这又是何苦？记得保密，不要让清雪知道。我可保不了你。
这么晚还知道回来啊？看来昨天晚上和陆大小姐聊得很深吧？什么陆大小姐？我是陪陆老多喝了2杯，喝到现在。什么味道？哪有什么味道？酒味啊！香奈儿5号的味道。你身上怎么有女人的香水味？姐，什么？你别想死！别喊了！你们在干什么？哎呀！姐，我疯了！青雨，是你的早饭去。听我解释啊！现在跟我去公司，一会儿在路上好好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去哪儿鬼混了？父亲，猴儿被人害死了，杜家遭此大难，你若再不出关，咱们整个杜家就彻底完了呀！父亲，猴儿死了？是，林家赘婿叶枫给害死的，就连高明也惨遭毒手啊！高明踏入华境多年，竟死在一个无名小辈的手里。那小子邪门大狠，就连四海盟二当家沈冰也叛变，现在整个四海盟都成了叶枫的走狗。传我召集令，可召回海外所有四海盟的精锐高手。是，父亲，这次一定要替猴儿复仇。先清理门户，杀了沈冰，再把那姓叶的皮臭筋祭奠我孙儿。最重要的是林家那对姐妹，只要抓回来炼成鼎炉，老夫不仅能重回巅峰，还能延寿10年。是。姐，你发现没？自从叶枫帮你调理过后，你这皮肤真是越来越好了。瞎说什么？我说真的。按我说，你俩直接把婚事办了，省得那个陆大小姐天天找个借口把叶枫往外拽。青雨，别胡说。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过得很好。好是好，但是家里突然这么安静，有点不习惯。之前那个冷冰冰的沈冰姐，天天带人来巡逻。这2天倒是一个黑西装都没见到。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到，确实最近很少见到他。该不会是四海盟内部出什么乱子了吧？应该不会，做事一向稳妥，没有把握的事不会乱来。叶先生，快救我！你在哪儿？一家废弃工厂。叶枫，发生什么事了？好，没事。我先出去一趟，处理一点小事。你们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出门。滚开，畜生！秦小姐，你身为四海盟的2当家，竟然敢背叛，你应该知道家规。不过，这么漂亮的身体，现在杀的你实在是太可惜了。等我们玩够了之后，就送你上路。敢动武的人，我要命了！叶枫，竟然敢一个人来！叶枫，快走！他们是四海盟召回来的倭国死士。敢抓我的人，找死！找死！我看你才是找死吧！
我看你才是找死吧！你们华夏武术，在我国忍术面前，那就是花拳绣腿。等我们杀来，我们一定会替你好好享用享用这个华夏美女。嘿嘿嘿嘿，给我杀了她！他们都是化境中期的高手，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不要狂妄！刚才那几个只不过是假语。我才是化境巅峰，不过今天你死在我国人数之下，也足以自傲了。你死在我国人数之下，足以自傲了。叶枫，看见没有？这个就叫做差距。看来你们华夏武术果然是花拳绣腿。现在你给我跪下，兴许我还可以给你留个全尸。花拳绣腿，我看你的拳头打在我身上，跟挠痒痒一样。什么？我打了你一拳，居然会没事？我不信！纳尼？难道你就是叫宗师？宗师很强吗？倭国人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片土地上。不可能！天海市怎么可能有你这么年轻就入到宗师？此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叶先生，他们不知道给我喂了什么药，我现在身体热得很。合欢散，这脉象竟然和当初金雪他们种的药一模一样，甚至毒性强10几倍。看来这是杜家惯用的伎俩。好热，好热！叶先生，救我！这毒性已经发作，这1分钟之内必须经男女之事才能解决，拖着连时针都来不及啊！叶先生，求你救我一次，我真的不想死，而且今天来救我的人是你，我是心甘情愿的。既然这样，救人要紧，管不了这么多了。叶先生，谢谢你救我性命。昨晚的事情都是意外，叶先生不必有任何歉意。沈病后半生都会听你的命令。真是傻女人。昨夜一战，竟让我直接有所突破。也许现在就是师傅下山时说的时机已到。徒儿，当你能打开锦囊，说明时机已到，你有足够的实力面对你的杀亲仇敌了。20年前，天海叶家一夜灭门，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家杜沧海为了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创立四海盟。当年杜沧海委托叶家古方来四海盟杀你父母，为师偶然路过，将你救下。现在你有了足够的实力，去报仇吧。
好啊，杜强、杜沧海，原来四海盟也是你们建立的。好，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杜沧海，叶枫，你来了。你比老夫预想的要慢，杜家人早已准备了，在这里留给你的只有老夫。杜沧海的老东西在哪儿啊？老家主去哪儿，你自然不配知道。老家主早就知道你小子会狗急跳墙，所以早就转移至了别处，并且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这四海盟的高手聚集天海，你死定了！老夫劝你不要不自量力。你现在给老夫跪下，老夫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既然如此，那你今天就替他死吧。宗师之境亦有高低，在这天海市，老夫成名之时，你还没出生呢。东西屁话这么多，只能讨这个非常厉害。看来你有点不对，你杀了少不好，老夫看着长大的，形同父子。老夫这就送你下去陪葬。怎么废话这么多？可能，你不可能是手。杜沧海，你跑不掉。叶先生，叶枫，你可回来了！清雪和青羽被一帮蒙面人抓走了，看天是杜家的人，多亏了沈冰小姐带人保护，才保住我这条老命。叶先生，是我保护不周，杜家带来的人实力太强了。他们被抓到哪儿了？应该是杜家老宅，海外四海盟的人都聚集在那儿了，还有杜家的人手也都转移到了杜家老宅。叶枫，我听说林家被袭击了，但是你不要冲动，我已经动用陆家的情报网查过了，陆家老宅现在就是一个铁桶，你去了简直就是自投罗网，那是一个必死的局，你这样单枪匹马的去根本没有胜算。陆小姐，我知道你很关心我，那杜沧海不仅抓了我的女人，还是杀我全家的仇人，这个血海深仇我必须得报，哪怕是天罗地网我也得去。好，如果你要去，那我跟你一起，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送死。还有我，叶先生，我沈冰的命是你救的，他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随你闯上一闯。好啊，那今晚就让杜家在天海彻底出名。还没动静，那姓叶的废物是不是被老祖的名号吓得躲起来了？队长，我看那小子顶多就是个吃软饭的，杀几个杂鱼还行，真敢闯咱们荷枪实弹的老宅，他是嫌命长。他要是瞧见咱这阵仗，我得当场香蕉裤子。家主吩咐说是等那小子来了，先打断全身骨头，再剥皮抽筋。不过那两个女人是极品，要是和这样的女人共度春宵一宿，那真是爽死了。不要做梦了，那是家主的女人。哎，不过或许他要是玩高兴了，想给哥几个爽一下，兄弟们也可以试试这天海第一美人的滋味了。你们都这么期待的话，我要是再不来，岂不是死性了？你小子还敢来送死？兄弟们，给我弄死他！叶枫，别过来，这里有埋伏！叶枫，还真敢来！今天这老宅子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我要用你的头祭奠我的豪儿，开火把他打成烂泥，不要让他为我的儿子屠杀！不要，叶枫，拜托！带两个女人就敢闯我杜家禁地，小子，你果然够狂。不过既然来了，这几个女人就都留下来做老夫的炉鼎吧。今天我是来取你狗命的。敢和老夫这么说话的人，
都活不过第2天。唯一的孙子是你杀的，今天走不出这个院子。来人，给老子弄死他！开火，把他给我打成烂泥！我要让他为我的儿子陪葬！不要！叶枫，快走开！小孽的，去死吧！怎么可能？几枪都打死了！杜沧海，你以为就凭几杆破枪就能制服得了我？他不是宗师，这已经达到了大宗师的境界。只有大宗师才可以罡气外放，以罡风护体，抵御子弹的攻击。叶先生，你没事可太好了。杜沧海，你以为就凭几杆破枪就能制服得了我？既然都开火了，那就都留下吧。今天老账新账，我就跟你一起算。你还有什么招数，就尽管使出来吧。叶枫，你以为杀几个保镖就能够横行杜家吗？你太天真了。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杜家的底蕴。这4位长老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宗师。 4个大宗师，这不可能！天海市没有这样的战力。杜沧海，你藏的真够深啊！我杜家几10年的底蕴，是一个毛头小子就能看穿的。叶枫，杀了我的儿子豪儿，我要你血债血偿！我要打断你的4肢，抽筋剥皮！还有这2个林家贱人，正好可以为我父亲双修延寿。我父亲 开捕完之后，我就把他们赏给地下的杀手，玩死他。但平了林家，我要让你们所有人为我的儿子偿命。叶枫，叶枫，你别管我了，我求求你快跑！姐夫，快跑！老账还没算清，新账又加上了。晚辈还不跪下受死！4个老不死的大宗师。 这就是你们自寻死路的体现。好，既然你们想平了林家，那我今天就先灭了你们杜家满门。杀！怎么会强到如此程度？拦住他，有分进错不少。这就是大宗师的力量。 害术！赶紧出手，干掉这小子！叶先生，你小心啊！叶枫，给我住手！再动我就打死他！叶枫，别管我！混蛋！别碰我钱！叫啊！继续叫！叶枫，你出息这么大，你不是大宗师吗？这子弹穿过脑袋，大宗师也得成为死尸。你敢动他一下，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去你妈的！你他妈给我跪下！叶枫，你想留他们全尸，就立刻自废武功。走，老夫杀了他们！我数3个数，跪是不跪？下地府去吧！3。怎么可能？这种速度，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父亲，快救我！这招是为我父母的。家主，这儿，畜生！我要让你挫骨扬灰！
饶命啊！饶我一命啊！饶命？你杀我全家的时候，可曾想过饶命啊？顾沧海，你的底蕴都死光了。老夫闯荡几十年，没想到今天大意。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顾沧海，可曾还记得20年前天海叶将？20年前，天海叶将是你杀了我的父母。叶家，你就是那个侥幸逃脱的小畜生。你父母为了一张方子，敢跟我杜沧海作对，杀了他们，反而是便宜了他们。你还不知道，你本来有个亲妹妹，当年你母亲怀胎3个月，跪在地上求我放过孩子。我当着你爹的面儿，亲手将你那怀孕的母亲一掌击杀，随后就送你爹下去陪他。美中不足，叫你这野种侥幸逃脱了。杜沧海，我要你生不如死！气息乱了吧，野种，这只会让你死得更快。连番大战，你体内真气还能剩几成？对战我杜家一众高手，现在的你不过是强弩之末。叶先生，你小心啊！是在消耗你的战斗力。真气耗尽，野种，给我去死！叶枫，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下余孽，下去陪你那没出世的妹妹吧。孽障，大宗师之间亦有差距。你刚刚摸到门槛，真气虚浮，在这一境界，老夫已经沉淀了整整30年，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求求你，不要管我们了，叶枫！快走！叶枫，你快走啊！只要你活着，就能给我们报仇。叶先生，快走，我帮你拖住他。陆沧海，你敢动他，先从我陆曼身上看过去！这死活的贱货，急着求死，老夫就成全你们，杀了你们。老夫再娶这2个林家姐妹，进行双修，只要延寿10年，杜家便可重建。林家躺平陆家，这天海市只剩下我杜家的声音。杜沧海，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要动我的女人。年轻就是好啊，挨了老夫一掌还能站起来。不过，到此为止了。怎么可能？你动了老夫一掌，为何继续反增不减？就凭你这点实力，先下去见你的儿子吧。这力道怎么比刚才还强？不对，绝对不是刚入大宗师。这股压迫感，这是传说中的无上宗师。不可能！我关30年都摸不到的门槛，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怎么可能达到这种境界？井底之蛙，大宗师是我在山上的时候就已经达到的境界了。刚才你那一掌，正好打通了我任督二脉，让我多年未突破的瓶颈给突破了。陆沧海，从今以后，天海再无杜家呀！
妈，儿子为你们报仇了！你个笨蛋！你刚才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这世上还没人能要了我的命，我带你回家。姐夫，你刚才真的太帅了，刚才那个老妖怪真是吓死我了，我都看傻了，还以为咱们林家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叶先生，刚才我差点就以为你要输了，幸好你赢了。唉，以后这种地方还是少来吧。我这陆家大小姐啊，差点就要给你殉情了。刚才你们俩挡在我身边，这份恩情我记下了。能记下来就好，我连家族都给你压上了。叶枫，我被绑架的这段时间里，你不会背着我做了什么事情吧？姐夫，别忘了你是我姐夫，我会替我姐看着你的。啊，咱们先回家，这里阴气太重。走。叶先生，四海盟在国内的残余势力已经基本消除，陆家那些盘根错节的地下生意已经由我们的人全部接待和取缔。辛苦了，这下终于能清静一下了。叶枫，我也要感谢你，因为你开口，爷爷才终于松了口。今天早上正式宣布退掉我们的那桩婚约了，我现在是自由身了。你干什么？叶枫，你身上怎么又有香水味？而且这味道跟陆曼小姐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你别胡说！我可没胡说，你老实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姐又干了什么坏事？叶枫，来跟我回房间。我最近觉得这个肩膀让我有点酸痛了。别，不要了吧，我最近腰不太好。我让你腰不太好，我让你腰不太好。